繼續關心最近國內炭正燒這個中蓮油、大豆的沙拉油、甲有機烤地油，攏去互驗出有致癌物苯邊芘。多部專家甲醫療團體今仔日召開記者會，表示講，雖講目前這問題油品攏有全面有風險落架，不過因也是建議主管機關應該愛針對所有食用的油品，攏愛擴大檢驗，列出苯邊芘出現的真正原因。國人安心，一同見證。國內毒油營養抑個醫療專業團體24早起舉行聯合記者會，因為最近毋但中蓮有機的大豆沙拉油去用驗到致癌物苯邊芘，就連有機的烤地油即馬嘛調稱驗到苯邊芘超標，所以引起民眾驚嚇。若即馬希望透過正確的風險認知，抑個科學檢驗的數據，甲民眾對本土食品供應鏈的信任，甲找到轉來。企業也要燒到現在，業界認為有責任站出來跟大家反映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，讓國人安心。毒物專家表示，苯邊芘在日常環境當中常常接觸到，比如講汽機車的廢氣、工廠排煙、食薰，或者是高溫的烘肉，也是長時間前的物件。若關鍵就是要減少長時間接觸的量，抑個頻率。雖然即馬問題油品攏已經全面預防性落架，毋過建議主管機關應該針對所有食油品來擴大檢驗，找出苯邊芘出現的真正原因。到底是原料出了問題，還是製造過程過高溫，還是說環境的污染有可能會？所以這方面就要靠我們政府來去查廠。那麼營養師是建議民眾唔通干那用高一支品牌油品，而且慢慢用舊油，愛改變煮食的方式，才會當降低食安風險。一般我們在烹調的時候，如果開始有白煙出現，可能表示說這個油脂本身它其實是開始有一些裂解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溫度我們要控在比較不會發煙的這樣子的一個溫度。另外，即馬網絡頂管咧傳講，合家油若是加熱，就會產生毒性。這款無科學根據的傳言，與會專家就佇現場親身食用合家油品料理出來肉品，也叫菜色，用實際行動提升民眾對食品安全的信心。嘛，呼籲民眾會當食一寡抗氧化的菜色甲水果，會使提升細胞能量代謝，幫助排毒。記者綜合報道。